大家好，歡迎收睇中山防盜網頻道，我係 Dion 啊，好耐都冇同大家坐喺度拆解樓盤啦。咁依家到咗我哋金九銀十呢個樓市傳統旺季啦，今年中山嘅樓市真係可以用神仙打交嚟形容啊！咁發展商為咗衝業績咧，個個都以價換量。簡單嚟講咧，就係只要有錢收，其他都好傾。35、70，賣不賣？賣不賣？不要。75，賣。嗱，我哋今日嘅主角咧就係上東新天地啦。咁呢個樓盤佢都唔例外，一樣加入咗呢一場大劈價嘅行列啦。咁最近中山博愛7樓呢個板塊咧，好似都幾墟冚下嘅喎。有唔少朋友都問我嗰個曾經嘅中山富人區上東新天地，依家到底點呢？想當年呢度真係談笑有鴻魚，往來無白丁嘅地方。樓價最高直逼22000一平方，咁依家咧價錢係直接腰斬嘅。對於早期上車嘅業主嚟講啊，呢種感覺就好似割肉唔打麻醉針，痛到入心入肺啊！但係換個角度嚟睇咧，對於呢啲真係有需求想喺呢度安個家嘅香港朋友仔嚟講，依家會唔會係一個執死雞嘅好時機呢？今日 Dion 咧就同大家做個全方位嘅拆解，睇下上東新天地究竟有啲咩優缺點啊！我用最客觀嘅角度拆解呢個樓盤，幫大家喺置業呢個路上啊睇得清清楚楚。咁首先上東新天地最大嘅本錢咧，就係佢腳下呢一塊地博愛樓啦。呢條16公里長嘅路被譽為中山最好嘅馬路。佢就好似中山一條龍脈咁，串埋晒成個市嘅行政、商業、醫療同埋教育資源嘅，好似市人大、市政府近80%嘅市級機關都喺呢條線上，而且條路兩頭咧都有3甲醫院，無論你係頭痛醫頭定係腳痛醫腳，都可以好快咁幫到你解決。住喺博愛樓可以話係出則繁華，入則寧靜，生活便捷到咧係直接拉滿嘅。除咗地段之外咧，上東新天地本身嘅條件啊都係好有料到嘅喎。咁好似第二個優點啦，就係交通方面啦。項目就喺深中通道城區嘅第1出口附近嘅，開車35分鐘就可以到深圳，去到博覽中心搭跨境巴士返香港，都係只需要8分鐘嘅時間嘅咋。真係可以話快到冇朋友啊！第三個話咧就係周邊嘅配套啦，5分鐘就可以到遠洋大順商圈，1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星河、Coco City、富益城、太陽城等等各大商圈。無論你係想行街定係食飯，都可以輕鬆滿足到你嘅。咁第4樣嘅話咧，就係入邊嘅環境可以講係一流啊！小區嘅綠化率咧係高達43%以上嘅喎，園林係由出名嘅山水彼得公司去設計嘅。咁發展商嘅話咧，仲豪贈幾百萬去種羅漢松，呢個陣仗咧，感覺連空氣都係飄住貴嘅味道啊！第5，佢係成個市唯一係在售攞咗中山土木工程尖添又優秀住宅金獎嘅小區啊！咁呢個含金量嘅話咧，就好似攞咗建築界嘅奧斯卡小金人咁威啊！我的天哪！咁而第6個優點咧，就係車位係非常之充足嘅，車位配比係去到1:1.65，喺中山真係好少見。有車嘅朋友仔咧，以後就唔使再為搶車位而煩惱啦。咁第7點嘅話咧，就係裝修比較靠譜啦。發展商標稱係用咗3500蚊1平方嘅裝修標準，用嘅都係鼎固、日立、方太呢啲大品牌嘅，咁就唔需要自己裝修咁麻煩，呢啲都幾慳心下嘅。當然啦，賺咗咁多，佢嘅缺點都唔可以收埋嘅，我哋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啦。咁第1個缺點嘅話咧，就係價格仲係有啲貴嘅。雖然比起高峰期已經係腰斬噶啦，但對比埋隔離嘅其他樓盤啦，仲係貴咗成2000蚊1平方嘅。咁呢個真係不禁令人懷疑啦，呢個金像獎嘅含金量太高，定係呢幾棵羅漢松太貴呢？咁第2個缺點咧，就係戶型係有硬傷嘅，咁好似87平方嘅3房咁啦，居然淨係得1個衛生間嘅喎。
如果多啲人住或者有朋友過嚟探你嘅話，朝頭就起身啊，都要排隊去廁所。呢個畫面真係太靚，我唔敢睇啦。咁125平方同182平方嘅部分戶型都係有問題嘅，一係咧就視野受阻啦，一係就係俾冷氣外機嘅噪音同埋熱氣包圍，夏天一到呢種感覺就好似住喺桑拿房咁。咁第三樣嘅話咧就係投資要謹慎啦。呢個定價未來喺二手市場可能會面臨唔少壓力嘅。你收樓嗰陣時咧去問下嗰啲放盤價，可能會令你懷疑人生啊。所以總結一句啊，如果你係個追求生活品質、預算充足嘅自住買家，呢度嘅環境、物業同埋配套可能都會吸引到你。始終都係住得舒服先至係最重要嘅。咁但係如果你係抱住投資心態嘅咧，咁我勸你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啦，唔好到時候偷雞唔到蝕渣米就弊啦。最後咧都俾個溫馨提示俾大家啦，買樓係大件事，千祈唔好淨係睇宣傳啦，一定要自己親自去現場睇下，親自感受下真實嘅環境、採光同埋周邊嘅配套。睇啱咗就大膽去傾價，依家呢個市道買家先係有主動權噶嘛。好啦，咁今日關於上東新天地嘅介紹咧就到呢度啦。如果你想了解中山其他嘅樓盤，隨時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咁最後嘅話咧，唔好忘記點個讚或者 follow 翻我哋中山防盜網啊。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